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经过这回高雄市长的这个补选，哪里北在高雄的政治版图已经出现变化。那么看到讲，这个国民党已经画出爱个别寒流了吼。另外嘛，看到讲，民进党这回啦吼是单机摆要来继续带领高雄来大步迈进啦吼。但是咱们要看讲，民众党这个瓜主席能量感真正是小风气啊，用补选的结果要来看政党政治在高雄的这个发展啦吼。先带大家来看讲单机摆这个部分，有人讲伊这个70%。这个投票率啊吼是创纪录，但是咧，咱讲吼无达到这个2018年伊家己的这个票数74万吼，所以有人讲代表性真正无够啦吼。但是这回如果咱看到讲吼罢免的行动，因为过去有这个罢免韩国瑜的行动，所以这阵也要一党来吼，伊都还要就任咧，就人讲吼要甲罢免去啦吼，要来挂单机卖啦吼。但是咱就讲啊，因2党要拼4党，伊的考验还阁真济咧吼。另外，嘛来看讲国民党的考验是啥物？咱看到就是讲这回哇，韩国瑜伫咧上尾暝吼来出现啊，但是这是帮助着谁，伤害着谁啦吼。其实有人讲吼，韩国瑜家己嘛伤啦吼，李美珍家己伤，国民党家己嘛伤啦吼。啊，尤其咱讲吼无守掉讲3成这个基本盘啊，真正这个国民党伫高雄安怎阁徛起？啊，高雄市啦吼，这回选举江启臣主席敢就要来负责。另外，对着民众党这个部分，更加是讲吼，咱看到短时间要来去吼用这个阵来试后回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布局啦吼。但是这回选书瓜主席吼有责任啊，咱看另外这个部分啊，就是讲蔡碧如吼，这个组织部这个主任嘛有责任吼，甚至有人讲吼无出席到这个买手这个记者会，是毋是瓜阿伯吼，就是咱讲瓜主席真正吼是这个王文培伊吼，这个部分嘛有人来讨论吼，所以透过今日节目，咱就来看讲补选的结果安怎来看高雄政党政治的发展。这边先来邀请所有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到前高雄市政府这个新闻局的这个局长郑兆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新。第二位咱们来邀请到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民主进步党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主持人，大家安，大家好。是啦，三位拢是咱的老朋友啦吼。首先，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叫新兄啦吼。其实咱看到了国民党这回。哇，这个韩国瑜一出来，这个话题真多啦吼，但是拢毋是这个选战的这个主张啦吼，有影响无？讲实在话吼，是小可会当提升咱投票的意愿啦。OK， 就是讲你讲是支持度可以提升多少，会当又起来偌济，那是见仁见智。啊，毋过咧投票的强度，咱支持者的投票的强度，这是真正有帮助的吼。所以咱讲2成6左右啦吼。其实了，因为这届的选举吼，讲实在的是罢韩了的选举吼，其实对咱拿蓝营的支持者吼，拿的支持者来讲吼，伊的信心是较无遐悬啦。OK。啊，对于绿营的支持者、支持者来讲，这是讲罢韩了的最后一里路嘛吼。我若是这届无互安尼期迈当选，我感觉。头前的罢韩，敢若是白做工安尼，吼白做工。啊，毋过咱为这届的安那讲这届的投票的这个投票率来讲，吼4成1吼，对一个市长的补选来讲是无讲介悬嘛，无低啦，这差不多普通安尼。这表示讲吼，咱的中间选民，吼中间的选民。他出来的意愿无讲介悬吼，佮加上你讲的天气是足歹的，落雨天啊，嘿，落甲足大的，哦，咱足济咱边仔有看到，因为你讲我饭店内底啊吼，啊足济人原底是要去投票的，在滑手机的，哈，少年人的，也在等哦，找不到车子，是要去投票无哈，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他某个程度上。是降低了大家投票的意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够有4成1的投票的这款的意愿哈，讲实在是较无简单啦。所以韩国瑜迄暗有吹票出来，是吹到哪样是另样？拢有，我讲实在是拢有 ，OK， 都有这个强化人家投票意愿的这个强度。所以但是拉起来又起来偌济是唔知。OK， 啊，不过原底是想要去投票的人，可能。若是看到落大雨的时阵，可能讲啊，无差我这票。啊，不过因为有韩市长出来的时阵，一定爱出来。看到我这届阁想要去投票，我就撑个伞，我去投票。不管是哪个毛吹出来哈，就是这个基本盘。应该是拢有啦，应该是拢有啦。另外一个是这个吼，较早有人咧讲投下韩国瑜这个票，但是吼，这个咱讲对哪个对这个
票拢有吹出来，伤害咱遮写是韩国瑜、李美珍、国民党拢当伤害啦吼，这是有人的写法，但是真正当伤害，也佫有咱讲民众党的部分，咱先请民众党的准位啦吼。头拄咱私底下咧讲吼，这回哇，哪个拢吹出来？这个民众党本地要伫遮三方来遮邮票的，哇，大家这个选民拢回归去啊，恁一遮都去用太了了啊。因为韩国瑜先生伊伫咧最后一暝徛伫咧舞台上，我感觉得力的有一个啦，鹅蛋农啊。OK。鹅农有得力啦。嘉义今仔有新闻拢出来吼，这个嘉义农会这个产量有提升啦。有啦，伊真正是做到卖物件，趁这个机会嘛是替咱台湾的鹅蛋农做行销啦。OK。那个讲到伤害的部分，对阮民众党来讲，因为这场选举确实伊就是伫罢韩了一个延续，所以韩国瑜的出现是有激化蓝绿的选民出来投票的意愿，就像咱发言人嘛有讲到部分就是安尼。所以对于阮来讲，因为阮的基本盘的人，遮原本袂投阮嘛，所以因若无出来投，阮的趴数可能较好看些看。就是袂讲4.06%。嘿，抑个等于讲。拿那个人加吹出，差不多来回，阮咧评估可能有10万票。10万票，你个加，因为原本阮内部咧上个选差不多，伊陈其迈先生落伫62万左右，李美珍伊差不多是伫20万左右，60、20安尼啦。嘿，60、20，因个即马一个67，一个24，所以伊确实是有增加所因的票数，嘛影响到阮的得票率啦。因个这就是阮嘛是说重伤害嘛是有差啦。是。因为这场是罢韩了延续，所以足侪选民就是看了讲啊，韩国瑜白开，哪就讲好，为了韩总，我要过来等。那个就为了要罢韩，无就像他讲，无我等罢韩是罢会大个。我无出来等候陈其迈，等候韩国瑜的人调要安怎？舞的，阮的得票率就愈来愈低啊。是，咱等下再好好讨论讲民众党未来高雄市要安怎来去敲刷吼，安怎来去做准备啦吼。另外，咱要来请教咱讲志宏兄啦吼，其实你嘛是做这个陈其迈这个竞选总部这个发言人之一啦吼。但是咱讲吼这回有70%这投票率虽然是败伫吼，这个有人讲真正票数无赢过伊进前所要讲的3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罢免的94万票。另外就是讲吼，韩国瑜顶回到的吼，连伊家己这个票数嘛是计标嘛无达成啦吼，真正敢若会当讲是这个陈其迈讲真正补选的这个投票率无悬安尼尔吗？其实吼，一般来讲，补选的投票率本来就袂悬啦，差不多40%是伫预估之内的代志。咱看叫做过去吼，余天补选立委大概4%2嘛，郭国文补选立委大概4%4，这是近期吼。遮立委补选差不多拢是安尼，其实这投票率的代志是大家拢同人知，同人知大概拢是4%外投票率。其实呢，这届得票率吼，才是真正的关键啦。是。卡住咱来看哦，这届是70%的得票率哦吼，卡住咱甲安尼得票70%，扭到迄当时2018年的时阵吼，投票率70%来算的，卡住安尼算的话吼，陈其迈是得到110万票呢，110万票。70%那个。他说投票率是70%，都是依照当时2018年的时阵，吼，迄投票率伊是得到110万票，开始比蔡英文总统较悬的吼。有影，这回这个70%这个投票率啦吼，也是讲这个得票率才对啦吼。得票率真正会当讲吼，这陈其迈有一个愿望，但是咱讲2当拼4当未来要挑战要真。其实吼，这届伊陈其迈得票率到70%吼，上主要意义是讲，这代表讲吼，市民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OK。其实高雄市吼，毋是讲一定拢是民进党，还是讲国民党的迄落基本盘都毋是呢。过去的时阵，民进党当然执政做出成绩，嘛因为执政有当时啊真侪代志无注意到，所以讲伫2年前的时阵，互韩国瑜市长一个机会嘛，互感觉讲换人做看卖，是韩国瑜市长伊无好把握机会，了伊才去绕跑选总统，去美加安尼嘛吼，所以讲伊就罢免票。悬到90几万票罢免票，都代表讲吼，高雄市民伊是安尼心情是吼，我真勇敢，吼，你甲我听我就甲你听，吼，你甲我办啥我就甲你办啥，安尼，这是高雄人个性是安尼啦。所以咱袂当用这个74万票变67万票去看这回陈其迈选票。对，主要是讲高雄人的个性吼是足直接的，就爱直球对决安尼吼。你互你机会，你无好把当然卖互你机会安尼。这届高。悬到70%的投票，得票率嘛是共款，就代表讲市民真正都希望讲吼，
一个专心专意一心一意要来做变高雄市政市长，才是高雄市民爱一个市长啦。所以讲用7成的管道，迄个得票率，互基民一个机会。所以讲基民伊嘛真谦卑啊，当选的时阵伊嘛讲吼。伊会包容无共款政党的意见未来4大优先，讲这产业转型啦就业机会空气污染的防治甲这交通的重大交通的建设等等，其实这才是高雄市民即马真正所爱工课。对基民来讲，伊嘛压力足大咧。等于是讲过去1、2年时间，迄一寡市政是停摆的状况，系拍远的状况，伊爱去甲赶转来啊，伊爱甲中央合作啊，资源无够的部分，高雄市的技术无够的部分。请中央来斗相共带总统、行政院的所院长等等，拢来各部会来甲高雄斗相共。譬如讲，我咧讲高雄这个捷运黄线，其实照理讲啦，较紧的话，其实两档以来都是2018年了，其实一般来讲今年都爱动工啊，无动工嘛，就爱较紧的，像捷运黄线重大建设，中央一定核定，真侪补助款要来帮助高雄啊，这种核定。了呢，佫有啥物代志？桥仔头科学园区呢？这是。规个国际经济局势，你转变之下，5G 产业布局，未来拢伫南台湾，都是爱紧对去。安尼，起码迄当时都行政副院长，伊嘛伫斗相共高雄这样代志嘛。佫有凤山的迄个国际文化特区，凤山中城计划伫即个卫武营边整体的开发等等，这拢是高雄市民真正需要讲未来高雄大发展、大迈进一个新的方向嘛。有啊，咱先带大家来看讲真正这个鸡巴今仔就形成是日不讲这个咱讲产业要动工的这个重要这大日子啦2档要发出拼4档的这个鸡巴伊安怎来去做啦咱先做来看。开地平安，动土顺利。穿黑色的西装参加动土典礼，选调高雄市长补选的陈其迈，17透早甲经济部长王美花参加日月光 K13场动土典礼。陈其迈上任市府小类个人事，也是第一要紧的任务。用人为才不分党派，而且不分性别也不分族群。我其实都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专业优先跟在地优先。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官未来我们也会请他能够继续帮忙在市政的重大推动。市府小类个的名单当时才会出来，陈其迈表示，还未开始定选人选，不过为着伫咧未来会当贯彻4大优先，会选择相关专业、有执行力，而且会当随时手的人才，嘛会继续请目前的代理市长杨明洲来斗相共。另外，面对各种的声音，伊嘛愿意来听甲学习。在议会议员监督市政的推动是民主的精神，然后我们都会很谦虚的来向我们的议员来。请他们指教在政策上，尤其对于高雄的发展，大家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法，但是大家目标都一样。面对执政较细、在野较大的府会关系，南洋议员进前就表示，未来会加强监督市政，显然这嘛是陈其迈所落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这回啦真正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束啊啦但是咱讲2档要拼4档的这个陈其迈挑战还阁真多，但是咧，伊都还未上任。有人发出要甲伊罢免咱先来看讲这个部分咱嘛爱提醒着大家啦8月21中选会差不多就公告，真正陈其迈来当选但是咧24的时阵是上紧会当就职的这个日子，上晚来到这个8月31啦伫咧当选了10天内底爱宣布就职啦高雄市的这个议会就要开始要先查着旧市府，就是讲韩市长进前所编的这个预算啦另外咱嘛看到讲就任伊的这个任期就任了差不多2年4个月啦伊任期到这个时间来结束，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已经选举了开始。其实伫咧6月7月时阵，都讲罢免的行动，伫迄当准备来开始所以你割草，我割麦啦这个华语处语的这个谐音嘛。但是咧选罢法有规定，任职也未满1档的，袂当去罢免2021年的这8月来提案，就是讲。若是用这个日期来去算，就是明年的时阵才会使来提起到这个罢免案陆陆续续还有这个审查问题人数这个选务这个工课啦若是成案，差不多到这个2022年迄当阵地方选举佫要开始差不多是相像的这个时间但是地方制度法嘛规定，这个任期若是无满2档，唔免补选是中央家己来做指派啦所以这个部分私定的这个部分甲这个罢免。
真正是报复性的，对高雄市这个市政真正无介好啦。继续咱个请教赵先生啦吼，罢免行动民间发起的啦，但是这有啥物爱呼吁无？其实咧罢免的运动吼，这可能是大家选举了后一款的情绪跟能量的释放啊吼。啊，不过这敢有共鸣、敢有认同，其实取决于击败你后壁的人。咱拄则拢讲，伊是压力足大的吼，咱国语讲压力山大啦，亲像山共款大吼。因为这个年的时间内底咧，伊虽然当选，啊，不过是60几万票嘛，吼，甲74万票是无共款的。这表示讲，虽然你有7成的认同度，吼，啊，不过咧，足侪的中间选民伊是无出来投票，吼，伊是讲不反对。无反对期迈来当选，啊，不过我会甲你观察，吼，我要看你敢有真正会当发挥，比如讲你以早伫中央吼做副院长的时阵，你有足侪资源甲伊协调的能力，吼，你要去动用这样的一个资源，吼，啊，你的桥头科学园区等等的你的资源，啊，搁有迄咱高雄少年人。伊个做工课的机会有较济无？吼，薪水有较悬无？吼，啊，这拢是足大的挑战吼。是。那啊，毋过咱是希望讲，毋茫讲咯，你既然当选啦，吼，咱就好好互你2年的时间做。吼，啊，咱的议会虽然讲是国民党较济，是，也不会说去做报复性的监督啦。人讲咱要报复性的甲伊干都毋是，吼，咱就是讲咱有一个目标，咱较以早的时阵，比如说我们的路铺得不错。那这个下雨的时候，淹水退得很快。是，这款的标准，哈，你也当继续不？应该继续该，就是说理性的监督啊，哈啊，未来你若是有当招商的机会，咱当然蛮欢迎。OK。啊，最重要是高雄市民的福祉。咱常像讲的，其实期摆有一句话，我是就欣赏的哈，讲请用最严格的标准来监督我，哈，该监督哈。借回讲他紧丢哈，那但是我们的严格不是说不理性的，理性的哈啊，最重要是希望咱高雄会当更较好，大家会当高对咱高雄会当有头路，安尼是最重要的代志。因为过去迄当阵大家吼，这个韩市长嘛是讲高雄会当更较好，但是这回落来啊。嘛是希望用这个基摆讲过，用上严格的这个标准来去做监督。包括种韩市长嘛，甲伊恭喜嘛吼，讲这个年咱有财政的问题，咱有做工课的问题，都毋茫伊当来替咱高雄的主题来解决。有啊，所以咱讲吼，这个当基摆啊，过去有这个地方的经验，嘛有甲行政院副院长这个中央这个经验啦吼，所以咱来看讲，伊一路来。是安怎来去发展的？啊，未来的挑战都是啥物？所以讲，咱过去吼，一个1995年看伊30岁时阵是上少年的查甫的这个立委啦吼，啊40岁当阵是上少年的这个直辖市的这个市长吼，都是迄当阵是代理的这个部分。但是咧，因为这个高雄捷运吼，这个太多事件来去袭击啦吼，啊退出着本地吼选举的这个市长的这个选举啦吼，2006年啊2012年哦是加入这个蔡英文这个团队，另外咧回任立委。咱看到2018年迄当阵参选市长是输予这个韩国瑜前市长啦吼，啊，不过咱有看到讲伊真正选输了哦，去加入咱讲的复仇者联盟啦吼，拢去加入这个败选者联盟吼，迄当阵是这个副院长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2020年总算当15当啊市长。伊总算会当来去做就职，但是未来挑战才打开始啦吼。咱讲最近也是讲过去咧讨论就是这3000亿啦吼，也佫有真正这个补助款的这个部分，也是讲县市合并了后，这个负债安怎来去做解决？另外，就是头拄咱新闻内底嘛有看到咧，这个内阁安怎来去布局啦吼？安怎来讲2党拼4党，安怎去组合？啊，另外就讲高雄市长即阵吼人口数已经减真侪啊吼，去互台中市拼过吼，南北要平衡，佮有这个中部嘛要抢，所以未来挑战真侪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俊伟啦吼，看到咱即阵议会算有一些，咱等下再讲啦吼。但是这安怎来去监督，互这个咱讲未来这个市长？其实我就想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讲，查有可能讲高雄市议长讲，迄个讲，安尼代表性不足啊。是。这部分我就是想要特别讲，就是既然选举，咱的高雄市民已经做出决定啊，不管安怎，就算赢一票嘛是赢。OK。就是赢，所以咱即马爱做的是好好来监督新北开这个单机麦市长啊。因为伫个过去的高雄，伫个这2党内底选过6届。自
2018年到今年总共投3届啊。是。你若算头一届2018年的市长投4届。所以规个高雄伫迄种分分了了当中，你讲真正要推进互这个城市进步是有难度的啦，因为迄阵的主政者韩国瑜市长伊的心无伫咧高雄，因为迄阵有咧武总统嘛，所以规个高雄的进步是有较停滞的。了后，佮加上讲进前的负债，伫咧国民党时代甲民进党时代总共加起3000亿，啊，佮有800几亿的统筹分配款无都扣掉，这拢是中央甲地方爱做伙解决的问题。那既然陈其迈先生伊甲中央关系较好，已经做过行政院副议长啊。我们就相信讲，伊有这个机会嘛，有这个能力，会使去处理这个债务的问题，尤其是迄800亿的统筹分配款，这个钱看有机会甲中央退回来无？因为你刚刚负责这3000亿，你讲你要做偌济建设，这拢是有困难、有难度的，而且基本上你从韩国瑜先生做的是真正是你。既然伊罢免嘛，所以咱高雄市民就是以伊做最低的标准啊。像伊的路边做了安怎，就地水做了安怎，伊的交通做了安怎，这种是最低标准呀。OK， 你陈其迈先生背卡爱做比好哦。你若甲比做啊，甲伊差不多，甚至比做啊较歹，你有啥物资格去当时是讲要甲罢免掉？这高雄市民拢会足严厉的去监督伊。像陈其迈先生，伊家己后生嘛有讲嘛，高雄市民是。足严格哦，应该伫后生你机会嘛是甲你创造伊啦吼。就像台东嘛，发言嘛有讲的，爱恨分明嘛。所以高雄这个城市是真美丽的一个城市。那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市长，你若爬去迄个位，你得好好做。啊，阮民众党伫咧高雄市议会嘛是有一席啊。因为阮嘛无可能是讲，因为阮无选调，然后伊逐项我就叫开甲骂，甲安怎，甲压霸，甲安怎嘛要。因为像阮的吴怡静先生伊主。伫咧陈局市长迄阵，伊咧质询的时阵，就是拢是理性监督来出名，就是好好甲你讲啊，伊感觉有安怎做较好，伊嘛提出来。伫咧议会进前先甲你讲，啊，咱伫咧质询的时阵就来好好来讨论，对毋是用欢用爱，安尼个人甲你骂。所以我嘛是对陈其迈先生有真大的望啦，因为你既然摕到70% 的票啊，你嘛赢第2名40几万票啊，我嘛希望你好好做啦。我嘛相信讲，啊，另外罢免这个代志，伊拢还袂做，你就话讲要罢免，这敢会话伤早去。你若等下真正做了无好，伊做了比韩国瑜先生较歹，也是做了有啥物重大的疏失，你要来话嘛，佫会负。所以罢免这个行动啦吼，真正伤做过这个伤超前部署去啊吼。哦，这另外咱嘛要看讲真正爱互伊机会啦，2年4个月你就互伊做看嘛咧嘛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议员啦吼。其实咱看到头段嘛讲到这个负债也是讲这个统筹分配款的这问题，然后另外嘛讲到讲真正内部已经要争夺，想要做内阁啊吗？咱继续来请教议员。其实即马吼，对于人事安排，咱是即马拢无听你迄落基迈伫讲啦吼，一切即马就尊重吼基迈，伊是当选人吼，未来市长的整体布局。比如讲，伊咧讲即个产业吼，产业转型是伊4大优先的其中一项嘛。其实基迈伊是一个政策控吼，我感觉未来吼产业转型现在真重要。比如讲经发局吼。未来都要科技控呢 ，OK， 了解产业，了解讲新的经济布局，吼，什么款的产业对台湾、对高雄，吼，产业转型是好的。尤其这个桥头这个部分，其实看到这个桥头这个得票率哦，差不多要5成呢，系啊，差不多要5成，表示讲高雄市民是尊重，是讲真介意这个政策。桥头吼，其实是这个民主的圣地，早期的时阵桥头事件，了才有买到事件嘛，吼，啊，即马吼。遐都真做未来，就是一个新的迄个科技的这个产业所在吼。这都是未来经发局长吼，伊要有条件是科技嘛。是。所以讲啊，包括交通吼，比如讲咱国道10号延伸到哪姑这样代志，嘛要了解交通的人啊来做这个局长嘛吼。是。啊，至于虾米人吼，就交互基迈家己去做专业的判断，有讲在地优先哦，专业优先等等爱条件啦吼。咱就期待讲吼。新的这个市政府的团队，都真正爱紧，爱对着基迈脚步，真正去执行啦。吼，唔通去讲这种画大饼吼，啊，讲做袂到的代志，啊，真正做会到的代志，啊，中央啊地方中央共同合作安尼。啊，其实我感觉未来的议会吼，这个真趣味，我甲大家分析啦吼。其实
国民党31席，啊，毋即马即马国民党是议长是曾丽燕曾议长吼，其实伊的个性吼真温和。过去的时阵，我伫即个公务委员会伊是咱的召集人，真侪地方建设工课甲伊参详，伊拢愿意参详啦吼。所以讲国民党就30席嘛吼，民进党就25席安尼。无党的有几个啊陈信富啦、朱信强啦、陈善慧、李顺进啊、范知青啊吼，其实。选前期的时阵即个陈善慧、李顺进都徛基迈台，范知青本来配合民进党的运作，咱较本土阵营较执政阵营都是有即个时代力量、台联，我唔知即摆吴益政是民众党、亲民党，我拢有啦，应该都是亲民党，两个都有，两个都有啦吼。是，所以讲其实目前啦民进党虽然是总票数是无过一半，不过整合起来大概31席，国民党因为看这陈信富都配合国民党运作嘛，大概31席啊其实差不多两边是差不多啦。就是讲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党啊，是讲议会班斗啊，差不多拢多平衡。OK， 咱未来就是看议题，看议题啊，什么款的建设。是地方有利的其实这种跨党派，比如讲，起码讲就业、讲这产业环境，这都不是讲国民党、民进党的问题啦这是对地方来讲这整体爱进步的代志。所以讲，我相信伊是一个愿意去听甲沟通的人。OK， 拄到一个较温和的议长未来府会和谐、府会关系一定是高雄市市政真大的推手当然不免讲，可能国民党有一寡议员较想要恶意杯葛这种，可能嘛是有啦。嘛要提醒讲因为其实真紧2年后就要2022年的这个议员甲市长要选举议员甲你嘛，这个支持率爱够好调。假使讲起码你3个拢是对高雄的整体产业、就业机会、青年就业，还是讲弱势照顾、公托幼托这种代志，较中性的。是。假使讲要恶意的杯葛的话，其实伊嘛会受到讲这届议员选举连任的时阵民意的挑战，家己嘛会受到挑战啦所以讲我感觉。咱就甲议会、府会和谐，当作是未来高雄市政上大的帮手，安尼就好啊。有影啦所以咱嘛讲到这个，虽然讲是调细压大啦但是这回可能这个未来咱嘛是望讲高雄市议会甲这个市府啦会当合作甲真顺利啦咱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咱头拄一直讲到这个单机牌这个部分，另外2党安怎来去发展啦首先咱要来看讲，今仔日其实国民党嘛开这个检讨会啦，先做回来看。败选之后呢？江主席大概是面临在一个重整战场的一个收拾战场的状况，所以大概到这一次补选呢告一个段落。3个礼拜后的一个党代表大会，党要提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结构方向。我想重整部队战备准备重新再起，没有时间休息，而且人民苦不堪言，你必须。时时刻刻为人民战斗，这才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如果在野党没有提出战力，那不必检讨，你很快就会被淘汰的。虽然咱听到这个谢龙介伊是安尼讲啦但是咱慢慢看到讲，其实对整个这个党的发展来看，有人讲补选的结果，唔那干那是选市长尔唔那干那是美金败选尔是。代表讲，哇，政党的这个版图安怎来去进行？尤其咱讲过去这个韩流的这个影响，和国民党在2018年会使来大起啦但是这回咱嘛看到大落的情形，但是安怎自这个教训内底，搁再徛起，嘛是真重要的这个机会。咱先来看讲江启臣，伊是安怎讲2022年高雄国民党会搁徛起啦林维洲遮哇，真正宣誓爱告别韩流甲韩流当作是一个。团结就好啊啦找回人民的信任。另外咧，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是讲莫搁伫咧降温站去遐找这个烧落的啦真正若是安尼，国民党会当死啦另外嘛看到讲有人负责是叶秀山啦伊是国民党这个组发会主委，伊讲愿意负起全部的责任，卖闪票、卖刀票。另外，这个是资深的媒体人，伊说这个赵少康啦，伊是讲民众党是大输。国民党是输甲中啊尔啦民进党是小赢，敢真正安尼？咱等下再来讨论。但是咧，日本媒体啦咱看到日本这个 NHK 伊是报道啥？国民党这个亲中的这个形象已经真深啦真歹去刷好震荡，但是这种情形之下，真歹看到国民党搁再徛起啦。敢真正安尼？咱先请教训。其实赵少康少康先生伊讲的小可有道理啦
就是讲国民党的这个情形是中枢啊，中枢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罢案了后吼，咱讲实在的，吼，即届选举，咱是出来讲是为着咱高雄吼国民党的支持者一个信任的问题，拢咱无走，咱继续咱经营。啊，毋过你讲即届爱赢，这是足无简单的吼，因为这就是阮拄则讲的罢韩的最后一里路嘛，上尾一段路安尼，所以你也是派人出来啦吼。派人出来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啦吼，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代志吼。毋过内底咱们看到哦，虽然讲这咱讲基本盘，其实罢完了后，咱基本盘基本上是线的，咱是一票安尼扣转来。OK。毋过一届就是讲第二个就是讲吼，咱即马即届无出来投票的人。无代表伊对国民党无期待。咱坐计程车的时阵，就侪人甲阮讲啊，我支持国民党，我支持韩市长。我即届我就毋知影为虾米要出来投，因为结果无法度改变。OK。毋过伊表示讲伊安怎讲？2022年伊对国民党的议员阁是有期待的，所以讲就侪人讲啊，是毋是会有退党潮啊？我想讲无到即个程度，还是讲咱未来的时阵，咱议会内底阁是有。较侪人嘛，吼，议长嘛是咱的，咱安怎透过较有偏见的质询，咱讲建设性质询，吼，来替高雄市民捍卫福祉跟权益，吼，大家感觉讲咱国民党在高雄呢，还是有一个纪律的团队，持续的来关心咱高雄的发展，吼，无讲咱就是选举才会来，无选举的时阵，咱高雄的发展啊，高雄少年人的。出路啊，高雄少年人的工课，咱就无得关心。这可能阁是阁较重要的。咱以后未来，咱包括党中央，你袂当讲选举才来尔嘛。平时的时阵，咱对议会的关心，要安怎来紧出来讲后一届，按讲2022年的时阵，市长的遴选，议员的遴选。2024年的时阵，立委的遴选，这东西爱栽培的。是。好，所以说展现这样栽培的决心，就是我们找回基本盘最好的方式。有影，先像赵先生所讲的哈，这回唔是这个敢若派出人尔，是一票一票该扣的哈。本地已经向罢韩安尼拍好线去啊。本地已经线去啊。本地已经无基本盘，基本盘这个假设那是假的。OK。我们打破这个假设，原底就无基本盘。所以就2成6要继续拼起来啦。继续拼起来。OK， 这真正是有影有展现决心哈。但是咱看进前，咱要讲过去咧讨论南甲北是要合作，还是无爱合作啦哈。过去咱讲可能会使。塞一个吼，大家拢承认也是认可的人吼，买手无，咱看到是塞出这个吴怡正啦吼。真正咱嘛看出其实3位候选人伫咧这回咧参选的这个过程嘛，真正吼真用心啦吼。咧走行程也好，但是咱看即阵有咧检讨的声音，毋若是检讨国民党、民众党，则嘛咧做检讨啦吼。民众党安尼回顾起来，这回的这个补选，恁家己拍几分啊？拍几分？这我看党内也袂。认真来讨论这件代志啦。因过伫个即届选举当中，其实有看到民众党的弱势。OK。确实，因为组织这部分对一个新兴的小党来讲是真需要时间去经营甲布局的。民众党按去年8月6号成立，到2月初落入去立法院了有一寡政党的补助款，了靠法度真正就甲经营地方。因过伫个高雄，确实阮的组织盘也袂有，所以。伫这个分析内底会使看出来讲，吴怡正议员伊伫原本的选区伫前进迄几区内底，伊的选票是差不多有6%左右。是。抑个到另外市的旧市区遮的行政区就差不多伫4%左右啊。6%变4%。抑个你若到管区就剩3%、2%、1%。3%、2%、1%。嘿，就是确实伫个管区甲旧市区的一寡。除了伊家己的选区以外，确实是真侪人拢无熟悉伊啦。所以这届柯文哲市长伊是当做家己的选举咧拍，伊就是逐礼拜注意登记到选了选前迄一天，拢伫咧高雄来替伊咧做选。52天，伊逐礼拜拢有落来啦。所以阮昨伫咧拜六迄阵，伊就是拜五迄天嘛，就落大雨。柯文哲市长就徛伫咧政车顶悬，陪吴怡正候选人伫咧高雄安尼说。是。淋2届大雨，规个头毛拢淡面，拢压淡面啦，规身躯拢淡的。了伊煞坐最后一班的高铁去台中，因为阮后礼拜，应该讲这礼拜6就是咱台中的
和平区长要补选，所以对于和平区长这局来讲，伊已经是最后的黄金周啊。柯文哲市长无可能无去，所以这个时间，阮就互市长伊就拜五下暗就紧赶去台中遐替人辅选。我以前候选人嘛有讲，伊其实无要求讲柯文哲市长一定要来到伊的记者会，甲伊做伙来开记者会。市长伊就是伫咧台中和平嘛是有接受媒体的联访，嘛是来讲第一时间就出来面对这件代志。所以我以前候选人毋是去用放晒，咱先来做伙看啦吼，就是讲。迄当阵无出席到这个败选的这个记者会，有真侪这个声音，真侪讨论啦吼。第一个声音是看到这个罗品如啦吼，民进党的这个立委，伊讲吼这人那安尼啦。这就该无地带了嘛，这无地带啦。讲一寡有诶无诶。啊，选举阮咧选的时阵当中原本就无要求讲柯文哲市长一定要搞，而且一个拜六最后一个选举，阮和平这个选举嘛需要柯文哲市长、柯文哲主席去参与。因为确实像柯主席今仔讲的，伫咧党内还未有足另外一个名称出来的时阵，伊就是上大的亮点。伊去地方上的一寡地方人士，甲一寡媒体较愿意去报道，较愿意去加互阮一寡机会去甲因讲阮的理念甲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柯文哲市长伊安尼南北伫咧高雄、台中、台北安尼奔波，就是为着讲要互这个党会使。更加好，互咱台湾的选举内中有另外一个选择，毋是讲有哪个领呀。所以郭市长也是讲，郭主席也是讲吼，伊是上大的这个光啦，会当吸引媒体来报道啦吼。啊，其实这个4.06%，其实头拄有讲到韩国就是一个因素啦吼。但是咱讲未来这个2022年，民众党要安怎徛起？其实有人咧讨论讲吼，这个伫咧单一选区的这个部分吼，其实若是回归到这个能力，民众党是较无机会。但是若是伫县市议员也好，本区立委遮。那是这个会当选真侪议员，还是讲吼，这个部分区投落去算这个政党票，你也是有希望的。其实阮一直有咧讨论讲地方的党部的实力，甲一寡服务处的实力，透过这地方的基层的一寡点，去做阮的地方的服务去扎根。伫咧，唔管是高雄，应该讲规个台湾的任何一个县市拢是共款的。是。我透过一寡地方党部甲一寡服务处，就是像哪里安尼经营方式来去经营，这是。安尼经营爱开足侪钱，像时代力量伊原本嘛讲设足侪党部，舞到最后党部的钱根本发袂出来，较舞出这条收贿这件代志，有可能有收贿这件代志，所以第一对于小党来讲，你要募款嘛难，了后你爱开钱的所在佫侪，所以一开始其实是经营上是真困难。因为像头仔你讲到所谓复数选区，所谓大选区内底，像选议员，也是选一寡代表，这是对我来讲是确实有机会，而且透过一届又一届的议员的增加，会使，譬如讲像时代力量伫咧高雄2席的议员，是，会使透过这议员去经营地方，这议员嘛有可能是以后立委的候选人。所以这阵会伤紧无？市长这阵？市长这阵对于党来讲，确实我讲我个人啊。我感觉上紧，上紧吼。补选这件代志已经，咱还未准备好就直接去整，而且是这全国聚焦嘛，因为补选就刚这样呀。对，规全国来讲，大概每一个目睭拢紧紧看你安怎做。所以对这个高雄这个版图来看吼，尤其讲头拄啊，这个准委嘛讲，可能这步踏伤紧，但是有人咧讨论讲，那是2022年、2024年，郭市长嘛要变总统然后伊嘛无好人然后，咱继续先来请教志宏然后，安怎去看讲？伫咧这回，民众党敢若摕到这个4.06%，然后其实这嘛是这个单一选区因上大的这个挑战啦吼。但是2024年对郭文哲市长要选总统咧，其实吼，我感觉这届高雄市的补选，柯文哲市长吼，伊家当做一个2024年敢若选总统进前的练兵吼。我感觉安尼心态唔对啦。OK。其实吼高雄人吼真趣味，就是讲。你真正要甲我听，我就真正甲你听吼。你甲我当做兄弟，我就甲你当做兄弟。这种是足直接的。所以讲，柯文哲吼，虽然拄则有解说讲，伫败选的时阵吼，伊无伫现场，去有人骂嘛吼。其实吼，高雄人真在意迄代志呢。OK。比如讲，你就选举时阵吼，安尼扫，安尼弄，然后安尼邮票，败选的时阵无出来去面对。拄则嘛有讲着讲吼，天是敢若柯文哲市长家己咧选共款吼，无出来陪吴益政吼。我感觉对吴益政来讲，伤害，对柯文哲市长来讲嘛是一个伤害。OK， 我感觉主要是选高雄市的市长这个出发点啦，我嘛替那个吴益政议员感觉
淡薄委屈。伊过去的时阵，吴益政伊是前金新兴林啊，较公教选区的议员哦吼，伊过去选票是15000，吼啊了，佮选到差不多14000，11000，即届敢若伫林雅区伊的选区提票到5000、6000左右尔，是愈来愈少吼。其实吴益政议员伊过去吼，虽然伊是挂亲民党，但毋过因为理念吼，讲一寡理想价值。真侪吼是跨党派，我嘛有真侪朋友哦是青的朋友哦，伊拢讲吼，过去一定爱议员挺这吴益政，啊，不过市长真正无法度这样。哦啊，你要选到落来时阵吼，真侪人嘛咧讲吼，啊那吴益政过去的形象，甲你选市长的时阵迄种拍法吼，啊那会敢若甲伊本人无共款安尼啦。所以讲我感觉因为安尼布局了吼，对吴益政来讲是真大的伤害。所以议员。有可能对伊来讲，我嘛唔知伊后一届选议员会安怎啦吼，都是伤害。其实咱你看迄总统，即届总统选举吼不分区的这个票数吼，其实我看民众党伫高雄市每一区，逐区拢差不多8%、10%，迄伫每一选区拢会当当选一个议员。是。啊，其实伊就保持这温度就好啊。啊，即届安尼硬起来了吼，就拄则迄个郑伟讲的吼，感觉较紧啊一寡吼。起来了，就破工啊咧，破工安尼，就4%就袂当选议员啊，未来议会的席数就无一定有呢。因为即届了，讲市民知影讲哦，原来柯文哲毋是咱伫电视顶悬看到迄种，敢若是白色力量啊，敢若是哦，真正是为民服务，真正要替城市拍拼迄种柯文哲，原来是敢若伫选举过程，伊会当因为选举安怎路线吼，变伊家己的人格共款的呢。其实吼，即届的补选。对伊家己吼未来布局吼2024伤害，对吴益政个人伤害，对民众党未来伫高雄市的布局嘛是一个伤害。我感觉即届安尼选举的选法吼，对伊来讲真可惜。有影，这个地方兄所讲的这个8%都接受啦吼，啊可能这个区加起来可能嘛是上少有30-40，还是50这种这个过去的这个部分啦吼，咱个请教准伟啦吼。我想要特别补充一下，就是伫咧柯文哲市长甲。吴益政候选人，因这两位其实咧为着要选进前有讨论过嘛。了，吴益政候选人有特别讲啊，讲柯文哲有一句话打动他，就是伊就讲，互你一个机会，甲你进前18档的经验，甲你的理念，透过这个机会，甲全台湾人讲，就是因为这句话去感动到吴益政候选人，所以较真正加入民众党来参与这个选举。是，因为吴益政候选人是一个就对高雄就热情嘛，就有理念的一个人。两个因为伊家己伫亲民党的关系，所以伊无遮侪舞台，甲遮侪媒体去注意到伊，所以伊嘛透过这个机会，互大家了解讲伊过去18档对高雄的研究。理想甲伊的热情，甲伊提出的方案，一个一个甲咱规个社会大众报告。所以，阮即届的选举，逐工拢是咧讲政策，嘛是拢咧讲政策。只是看起来是咱真侪人是无足愿意听遮的内容啦。所以最后的选结果嘛是安尼。因个阮上无有甲阮对高雄的理念甲阮的政策拢展现出来。嘿，我有好好甲咱高雄市民来讲。有影，咱嘛要继续来讨论吼，就是咱都要讲的，这个2022年是一个吼。重新布局，咱讲已经经过罢韩啊，啊经过这回高雄市的这个补选啊，安怎这个变化吼，安怎来去产生吼？2022年，咱先来看讲吼，这阵议会这个席数啦吼，国民党才是头拄咱有讲过32席啦，啊有表决的差不多是30席，还扣掉议长、副议长嘛吼，差不多是30个这个部分。啊，亲民党这席哦，这阵已经是挖过去这个民众党家啦吼，所以吴益政。咱讲这个议员，即阵是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代表，但是这一席会当发挥什么款的这个能量，会当吼甲过去遮的这个部分啦吼，也是讲未来这个挑战，全部拢甲做一个这个议会经营盘来去算啦吼。啊，国民党遮会当安怎来去进行？但是咱莫袂记哩，过去罢韩的时阵，吼基进伫遮嘛占有真大这个力量啦吼，所以基进伫咧即回，咱看到虽然吼这个20年啦，咱即阵来看这个议会是出也无因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未来因安怎来去突破，会甲未来这个第三势力来去抢啦吼，啊，个国民党嘛是真危机，尤其咱讲吼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个有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竞争，民众党的这个竞争啦吼。首先，咱先来请赵新兄啦吼，安怎来去看讲未来？这个因为第三势力吼，这回嘛有拄到这个整合上这个问题，但是因去突破了吼，啊，但是咱看到罢韩的时阵有激进，啊，时代力量嘛有出到一寡力啦吼。未来挑战，唔来讲是拉力白鸟。
首先哦，这民众党哦，第这届选票可能讲无介理想，啊，不过这无代表讲吼，伊在议员选举的时阵吼，伊选举的百分比会搁较低吼。OK。因为这届拢讲选市长，其实咧选民的心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选票的集中效应吼，会集中啊吼，就是讲我这票的咱讲政治的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我这票有效无？有效啊，无效啦。嘿，啊，我选一个市长爱有动算的可能。啊，这届你若是小党提名出来的，一定嘛是第3名，无上介好就抢第2名尔。就是咱头讲的这单一选区的这个问题。所以讲，阮这票投落去，敢有效，敢若无效。啊，我对一个政党的认同，甲我一个选一个市长，这是有差别的，这是无共款的。所以讲，我是讲民众党无代表伊了后2022年。第高雄是无市场的，我是无安尼感觉。这就是讲这个选举的部分，单一选区甲这个议会这个选举啦，但是所以讲未来对高雄的市政的干斗，还有这个发声，好，甚至可以跟国民党做一些蓝白一起对于市政的有效监督，这应该是民众党的袂当放弃的方向。所以这对咱国民党嘛议会开始。啊，对民进党来，起码是25席嘛，吼。啊，拄则有公生球，讲志宏这么优秀，万一去做新闻局长，新闻局长出24席，哈，这可能的哦。你绝对有做进步官的这个素质啊，设计。啊，不过可能暂时不会有。啊，不过咱民进党的拄到的挑战就是讲吼，真正的，你看咱罢韩是94万票，为什么这届是67万票当选？那安尼咧30几万票是走去对啊？走去对啦。可能就是咱讲的第3势力，好对不？就是激进。实力现在比较往下面走，但按过激进党，但是有黄捷呢？对，有黄捷一人强嘛，而且伊个加实力的党中央员家嘛，伊无法度领导党中央的做法，所以讲你是个人的特质，比个进党搁较强。啊，伊无法度带领高雄市这个时代力量吗？我看有小可挑战啦，时代力量家己的问题。啊，不过激进党是一个讲上升的进动，吼，你的对高雄的这个在地的色彩，搁特别重，吼，特别强，吼。所以讲激进党会提走偌济，咱讲民进党的选票，这是民进党未来的一个挑战。所以唔是这个哪力背。唔是干那这个问题，唔是，最简单，因为咱高雄的在地政治的生态是甲别城市较无共款吼。啊，激进党在高雄是特别的强烈，高雄起家啦，对，高雄起家，应该讲罢韩起家。伊东部嘛，伊个中央东部嘛，你高雄。OK，嘛袂当讲伊完全罢韩啊，因过去咧看单屁股嘛去选，但是选无掉吼，迄张阵都咧发展啊。嘛，就这人才嘛，敢若博洋啊，敢若这乖吼，伊可能就是甲新锐。OK。选一个选区的时阵，伊一定有一个小党的选票的集中效应。所以对于这个咱讲第3党以后的这个势力中心划分，更较重要。应该是以后在这个下一届的高雄市议会，可能会进入一个战国时代嘛，无一定。OK， 建国时代啦。建国时代。是啊，俊伟你安怎看咧？就是讲咱头拄嘛讲到的吼，虽然这回这个得票数7成是期待提走，咱讲未真啊吼，差不多代表拿赢这个过去拍破的选票，直直咧扣倒吼，啊嘛是有2成6吼，啊这个部分虽然咱讲单一选区是安尼这个表现，但是议会家恁个有好表现，但是基进的时代力量若个做伙拿参落，恁的这个机会咧。其实我特别感觉讲，这个4%，这就是民众党伫高雄的基本盘。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完全无空气票的状况啊。OK， 这就是阮真正基本盘，所以在咧吼。这就是已经我讲大底了安尼啊。OK， 所以这4%就是基本盘。所以阮咧，因为阮讲应该是袂啊啦。OK， 因为这个算安尼，这就是基本盘啊。所以阮咧对党内的想法就是讲，这4%以上，就是看每一个分区嘛，每一个选区咧，会使用这届补选的这个数据来以后来排看讲。看，阮遮要提一个还是提几个？而且佮加上咱2020年初的时阵，所以有迄不分区的政党票的部分。是。而且政党票迄时嘛是有时代力量嘛是有激进嘛。迄时拢有更好控时代力量，即马佫咧落水。OK。因即马连党内遐问题拢但是激进伫咧高雄市的这个政党票是提不了济呢。确实，样个因的族群甲阮的族群较无啥共款。因的思想甲因的一寡理想。你的顶塔较济时代力量。OK。所以样个时代力量即马露出了。嘿，伊的支持度是有
按下骹咧行嘛，啊，固然党内一寡纷争拢还未处理好，而且甲因原本的政党的理念。小可偏有受到足严重的挑战，所以嘛是有真侪支持者咧讲啊，以后要选项以后未有决定。因个透过即届的选举，会使有阮更加了解讲高雄阮欠缺的是啥物，组织倒位有欠组织，空战爱怎拍，这个人较介意啥？爱选战的方式，因为确实民众党是按都市起家，对一寡地方上的选举较袂遐了解，所以透过一届的补选，包含里长、乡长、区长、市长，遮侪的选举，互阮去了解讲，拜票的时阵，我爱安怎讲讲话，我爱讲台语，我爱摕啥，我爱摕面子，还是爱摕盔信，还是爱摕口罩。有做者选举的代志，是透过这一届过一届的选举当中去吸收这个经验，靠法度去美美角角啦吼。因为这美美角角对一个新兴的政党来讲是。真无简单去了解到的，我会使，敢会使去讲学，样讲佫学无佫足完整，因为你别人安怎甲你教，你安怎去偷学，拢比袂过你家己就去选一届。OK。所以这一届过一届的选举，拢是阮的经验甲养分。到以后的这你头所讲的这议员代表这选举，阮相信这会使变成阮以后的养分，会使开出更较好的回蕊。是啦吼，准伟头拄仔讲吼，虽然即阵拍了伤紧啦吼，真正52天，也是讲过去真正要开始拍，但是讲每一阵拢是真重要这个养分吼。但是咱继续来请教地方议员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即回这个会当自这个罢韩，甲会当吼来去补选吼，其实基进也好，也是时代力量扮演一个真大的这个角色啦吼。啊，基进伫遮头拄仔赵新兄嘛讲到，可能未来是2022年会抢到咱这个高雄市议员议会这个票啦，你安怎看？我先看这个基进党、甲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吼，这届年初不分区的政党票的比例吼，我以选区红山区来讲吼，其实民众党伫红山区的话有10%的换算票数大概是2万票啦，是，都一些个议员稳掉的吼。时代力量差不多8%票，都刚刚是黄捷的选票吼。100%票，就稳掉的安尼吼。基进党吼，过去伊有提名参选，参选的人吼，大概差不多7-8千票。了这届哦，吼，基进党的政党票伫红山区来讲啦，吼，比例大概是14000票遐，是成长过程吼。2倍。其实所以讲安尼看就是民众党瞬间窜起，有这个基本会当选的基本盘。是。时代力量大概维持迄当时的基本盘。平盘啦吼。基进党是伫爬起来当中。所以讲对民众党来讲，这届伊布局高雄市长的补选对来讲是真大的伤害，因为民众的一个想象嘛，吼，期待嘛，讲民众党未来是毋是机会有接触，吼，这届去补选市长了，就去看破卡手，就是讲大家对这个政党的10%了变到4%呢，OK，变到4%是迄差真济，迄是会当选一些议员，甲袂当选的差距，吼，迄差真济。时代力量当然最近都有些问题，伊可能家己有问题吼。基进党吼，因为伊是较本土，高雄在地出席的政党，所以讲伊伫高雄市的伊是一直爬升当中吼。对这届罢韩是规个政党的人哦，志刚哦，拢总去饲落吼，变做一个主体哦。因的表现论述嘛真优秀。我感觉未来吼，2022年的这个议会选举。对，我会当认同讲吼，赵新讲的战国时代来临。毋过战国时代，卖咱看讲要会当合作啊。是。比如讲较本土阵营，吼，比如讲咱即马面对的是除了是地方的议题以外，其实地方议会一个实处，甲规个国家，吼，咱的立场啊、路线嘛真有关系呢。比如即马中共开始伫打香港，连新闻自由拢无啊。吼，这种代志对地方来讲。嘛是真大，嘛是真要义的啦。而且高雄是民主的圣地，过去桥仔头事件、美丽的事件，拢是高雄发生嘛。高雄带领台湾民主向前行嘛。所以讲高雄人特别在意这样代志。吼，从未来的提名民进党、时代力量、基进党，甚至是讲民众党、较主路线来讲，对于中国的政策，吼对地方的议题等等，三亚布局，较主会当合作的，其实会当讲看卖啊，吼。就是讲合作的这个空间也真济啦，吼。就是讲市长可能就是回归到咱讲哪力杯，也是讲杯可能嘛是搁要派人啦，吼。也搁会当讨论啦，吼。但是讲这个单一选区，也是讲大市长这个位啦，吼，会当来去做伙来听这个部分。顶多是国民党即马可能面对一个路线，就是讲两项代志啦，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讲韩国瑜要彻底切割，是要彻底的包容。
第二个就是9·2共识已经伫台湾无市场啊。OK，习近平已经定位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台湾人都无可能接受嘛。OK，啊，国民党还要拥抱9·2共识嘛，这两项代志，嘛影响到讲到底国民党的未来路线是走向本土政党的路线，还是讲走向极端政党？是，统派政党的路线，这是即马国民党要面对的代志。像赵先汉优秀，国民党党来算新增安尼现在串起的吼，伊也算民主派，啊，伊的安尼意见吼，伊的想法，到底国民党党来一寡大佬把持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可以接受年轻一辈？较民主派、较自由派，安尼的想法，咱就讲嘿，补选的这嘛是一个问题啊。是要安打这个咱讲吼，这个选情也好，还是讲吼帮助李美珍也好，还是要安打这头人吼坐来坐去，还是讲吼真正要顾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基本盘吼，对国民党嘛是爱另外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向啊。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再会，拜拜。所以真正你的路线，这路线应该就是讲咱国民党的路线内底。我就问民主重要还是民族重要 ？OK， 这是最基本的。他个性的问题。当然是较跟讲民主比民主比较较重要的时阵，我们跟其他政党。